是有在顶呱呱工作啊？没有，我以为你穿他的衣服。呱呱，那不是那一首哦，那是女娃娃。女娃娃啦，女娃娃。因为都会上前是去做过那个准皮啊，做过买贡口嘛。你天天买3副，好厉害政府哦，很重视那个节目哈。挂包我用 vocal hold 一下嘛，hold 过哎，hold 过哎啊。什么是 hold 一下？就是那个。等一下啦，啊，唔对哦。对啊。你讲会溜啦。你完全用鄙视眼神看我。你去哪里买的这个小铅笔？海丝虫啊，看到人哋买佢讲佢冇去买挨，还是讲人家舒康嘅基本挨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还有所有现场嘅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保养薯宽，一家之主，大家民族。系中白跳。今日同歡喜哦，來到一個桃園嘅虎頭山，也特別按到明倫三聖宮。而且我發現到也係菜市場重要嘅信用中心。呢度見風嘅係乜嘅神？我見你冇？應該係講善信哦，一聽就善尊。說不知道。哦，唔啲，冇做過。最主要呢，除了感謝包括有關身體權、律動兵老粗神，大家上來嘅時節都要上街時會看到一個。14米暗角嘅喺日嘅管體平安上，另外都係背後日嘅呢，睇起來一定啲啦嗬。但係本身體權呢，起定日嘅赤兔馬，日嘅銅像，最主要你會發現到，它居高臨下，在一個高高的所在呢，束縛一片土地。係啊，一行卡定個青龍偃月刀呢，一樣怕做壞事情不給做掉咧。啊，好，咁咱就安樣去哦，呢一片係越轉越雅，千夫係善種，安樣出錢出力安樣。體起來嘅，但想要用一片水台的體色係蠻緊啲嘛，就是這邊的全部是石雕，還有木雕，哇，一款跟苗的千百度哦，就叫巨型九龍壁圖哦，一15公差，千一個古樓嘅種樹刻出來嘅門神哦，上到非常的俊秀，所以來到呢一片除了走在金白之外哦，還可以感受這種建築美學。沒錯，其實你從博清啊、小街道啊，也已經係國寶級的師傅都會做嘅，也已經後上年嘅董事都會做，都會傳承。所以呢，歡迎大家來到一道嘅老料，馬上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。之前來分享到嘅係邱牛涵邱師傅，大家好，邱師傅好。應該還有，嘿，還有，我們就來看看這邊有沒有。哦，大家來分享林信吉林師傅，耶，很好 Q 哎。好，馬上呢來分享到風吹嘅潛水站哦，來看到紅隊參賽者呢，佢係兩個標誌模嘅，分享到牛風機老火人機，哇呀，兩類吧，來看一下，攬出嚟一片係來自兩灘嘅兩公婆，送兩記老兩肉妹，大家好，歡迎兩位，先來看一下你講嘅什麼哦，來。請問一下，你哋來自桃園嘅老邊嘛？嗬，桃園區對不對？有小間嘛？嘅好搞好食好料嘅嘛？它住虎頭山環保公園，金獎8送1號，那個桃園是全景。真的，你看我們現在六樣嘅時間，都好熱頭，夕陽下山，好看哦。我曬得前面有所以一老邊應該係講桃園人。一天溫來嘅素材，這裡還不算最高點，應該係小改嘅環保生態公園，機場係另一邊虎頭山，對，會比較冷一點。哦，風又會更大，虎頭風比較大。哦，我們單場用先哦，類似兩灘嘅兩公婆們會推薦家兩灘更有名嘅素材哦。哦，三行嘅資源生發公園，規劃到真好，有青苔嘅。壁畫都合體哈，好像有青田人的個筆筒哈，本人去行料哈，真好的素材。三行哦，生態公園真景係東法，非常的大，而且真的很漂亮。重點是給它那邊湖啊，倒映着那水景，真的太漂亮。啊，其實它拜一都給到邊個景，我都覺得說不想離開，我會在這邊遇到好姻緣。有嗎？沒有，下次再去。好，按牛一發睇起來了解，好，有兩個素材，包括一下個虎頭山行嘅三行也到邊嘅生態公園，咁拜來嘅時就記得去哦。我馬上就來進行第一關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面試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
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跳下來大鬥士咯！好，第一款地圖呢，國家拿出自家嘅必備武器，我的眼角已經看到了。艾麗風吹帶來，這是我最喜歡的之一。啊，這個係乜嘅？跳舞儀，厲害，好可愛。啊，跳舞儀自家做的嗎？係，自家做的啊？做的。哦，你跳舞儀用嚟按舞哦。伊啊，真乜嘅？也主人的啦，較唔。哦。哦，我拿自家做嘅嘅跳舞儀變出乜嘅料理？跳舞儀炒肉。跳舞儀炒肉。係。哦，可以聽懂音咪。係。他做嘅東茶飯，扒雞下飯哦。哦，有啊，有，哎呦。哦。好，乾用，等一下就來吃粥，看下吃什麼呢？來，風吹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加油哦！好。一係喺可以前進嘅嗎？哦，那看起來攬出嚟一片，我的眼角沒發現到一家凍厲害嘅，我最喜歡之一。你係買東西？鹹冬瓜。哎呦，你下剛嘅進心呢，用你鹹冬瓜做埋個料理，全名按到金鑽牛肉。我大膽直接假設會有鳳梨。哦，也是不要大膽了，好不好？小膽一點。怎麼搞不按到金鑽牛肉嘞？因為它有琥珀色，感覺它很值錢。你係自家做嘅係冇？阿妹做嘅。阿妹做嘅，阿妹從細是用個鹹冬瓜煮凍做嘅料理，不你都有學的哈。來夫妻同心怎樣？泥土變黃金。其利斷金啊！其利斷金。好了，劉三又醒醒嗎？現場馬上開始，倒數3、2、1，這樣開始。我再開始走咯。第一季的有回鍋的報名。對啊，應該是。其實這樣看，你真的很有長進，學姐是看了你成長，各方面的成長。沒按到轉來了，我們這個是3金主持人金鐘主持過嘞，金曲沒主持過嘞，金馬沒主持過嘞。你覺得我們整段會不應該剪掉嗎？不會，一定要留着哦。來，哇，我也給跳舞儀跳翻腳，用白。可以掉落去，掉落去。掉到哪邊？掉的跳舞儀哦。那這樣不會太鹹嗎？不會。這種產業感情都好呢，吼。是要大夫券嗎？要大夫券。我跳下落下3鋪嘛。唔會啦，而家冇限啦，唔會啦。今天你們的食材走得到大家小改一下嗎？跳舞儀上面豆瓣醬、椒啊，吼，同樣嘅。哇。仲要唔事先滷一下？唔是啊，等下就會入味啊。而半看到大家處理跳舞儀嘅細節咯，先幫你炒一下醬加水啊，和米酒。你們是一開始先加落去，先調軟來啊，先炒啊。可是它按少少會唔好切嘛？唔會啦，燙一下就洗水都會啊，切水比切水哦，那個切水啦，給歐洲婆啦，對。或者用3層咧，唔過3層哦，時間太短哦，人肉很嫩。好，艾麗，等一下給我倒轉來。好，謝謝。是不是？哇！怎麼這麼紅？牛肉，聽很牛肉。怎麼知道我最愛吃牛肉？牛某記是第1年的時候來的。哎呀，體質貴嘛。真的。那怎麼解我想我第2次喊回來？講我們對不對？啊，因為人家節目清神氣啦，還有去優質，哇，幼稚嗎？優質哦，優質啊，優質。我剛剛也很難接，你知道嗎？我想要被攻擊的體無完膚。也是幼稚啊。所以我感覺上當中該用是爸爸摸強下來。之前人還摸會強下來。楊莫偉在節目當中有跟他許配嗎？沒有吧。但是以結果論來講，對上眼，對上眼。所以根本呢個鹹冬瓜就應該係講啊精鑽按樣辦處理咧。啊，先啲鹹冬瓜切鑽石香樣，哎呀，放落去。這個是幾克拉的？5克拉的。哇！有的嘅鹹重就強太低哦，而且還有的。所以我那都整牛肉係嗎？不給入就好。入味，它有香氣，有甘甜。大哥，你要負責哪一部分？哦，我就是切菜啊。厲害了，你們都重點呢。在家裡忙下隻煮菜，1、2、3，請舉手。哎呦，有2個廚房啊？什麼意思？2個廚房。東房跟西。因為他們平常也會比賽。對，就是紅隊，自己2隊這樣。對。
好。所以大哥应下家煮买的东西下多。哦，我好是空肉啊哈。哦，尤其是皮皮的，对不对？他不就笋干那种？我煮的空肉啊，买了就真好食了。好食都拢系上网去买啊。真的哦。对啊，我也真排泄啊。哇！你看咩嘅？雷梦。嘿，雷梦。做乜嘅加雷梦呢？用肉它唔会硬硬。哦，软化它。哎，对。那加下喊就加粉。哎，太怕粉。哦，我油嘛。油嘛。哦，对，1点9去腥味。对对对，谢谢。用黏黏哎，冰一妹。但是为什么两头垂直听我用牛牛嘞？你很爱白素卤菜。哦，我买素卤菜。用妈妈做的ham冬瓜做爸爸素卤菜。对，好棒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等下锅都转了就开始料理，好不好？好。哇！变表兄，你是不是有在顶呱呱工作？没有。怎么说？因为我以为你穿他的衣服。開了 YouTube 啦。意思係講一定呱呱動物顶呱呱，那不是那一首哦，那是女娃娃。女娃娃啦，女娃娃。所以該片切係蔥條、椒啊，椒可能係配色啦。这一道菜一定好吃。比較香。咁平常喺做那方面呢？佢咪佢講錯呀，水手誒。哦。佢講錯哦。橡膠。橡膠哦。也是台灣之光呢。對，差唔多。這個是挑夫姨嗎？挑夫姨個嘅。大家嘅挑班中。係挑班中我都唔錯講。佢就加啲水啦，嗬。係師傅先。跟下就講做乜嘅？挑夫機係下副色嘅，嗬。為什麼我看過就都有挑夫機下拍色啊？時間冇，不用按鈕。有啦，不用按鈕，不用按鈕會較較香。而家一罐頭，你拿一絲出題，你帶一罐來。哦，有哦。你說一罐橡膠哦。沒啦，一罐太無語啦，橡膠就唔識。好像炒過嘅香味是出來咧。因為你滷過東西哦，炒過上會香。哦，哎，你論門呀，玉鳳姐現在在做什麼？現在在切小菜。切呀，給崩皮料的部分啊，哈。這個要不要加一些水呢？哦，一定要加水。誒，你昨天晚加米酒哦。係，我加第一號加米酒啊。哇，誒，係咪用攪就好了呀？我比你厲害，可是大致上你老師出來已經不用撈起耶。係啊。好不好？我們先過去那邊，因為你們那邊也要趕上進度嘍。你翕一下哈。好。誒，一套菜怎麼搞？我就玻璃菜啊。裝盤的哦，擺盤用。擺盤的。你們怎麼還沒下鍋？哦，我要下鍋了。他為了等我們哦，用心良苦嘞。大姐，你應該很熟悉了哈。回家之後應該就買了這一台吧，回去就2個人一直 PK 的。葱白係秧也係香熟啊？秧。哇，那這次壓力很大哦。志在什麼？志在贏錢。志在參加。喂，要有共識好不好？為到送甜時要做個買個準皮啊，做買貢口嘛。你提前去買3副。哦，真的哇，很重視你的節目哈。鞭趴版的對不對？哎，對耶。新補也有啊。哎呀，如果新補按照該板雕啊，其實是同樣的東西。對，一樣的，就好像張伯謙跟帥哥一樣的。完全的不一樣。網路茶都一樣。我看大哥切東西哦，很細心呢。上電視一定要的。係啊，因為為到送甜時就做個買個準皮啊，做個買貢口嘛。他特別去做了皮秒雷射。有這樣你練習一下，看看做的能不能。你提前去買3副。哦，新上服哦。沒有了，褲子了，褲子。褲子。好的，出東吼阿哥吼很重視你的節目哈。好，我牛肉有醃那個。太拍粉，還有鹹冬瓜，嘿，其實牛肉不是全熟嘛哈，嘿，不過我好食它熟的喂。你就是在那個牛排店會說我要10分全熟該種，對，而且要煎2次，對。我每次看到隔壁那種人，我都會冇法度了解呢，因為牛肉落去煎到全熟，基本硬呢。唔會啦，我要標一啲嘅。檸檬啊，哦，會讓它軟化，對不對？讓它軟化。哎，可是說真的，我們按鈕還沒炒好就好哎。
炒好哈，将个新香料加落去，先调一下就好了。那对对我对。问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？因為今年你就用的避免會寒冬瓜，除了滷牛的時間會用到，等一下還有什麼地方會不會用到你們的秘密武器？没有，这寒冬瓜清鹹、清香、清鹹，所以我们得表演到，因为佢清贵，哦5克拉的，对，5克拉的无价。好，刚才你勾了一个特别看一下哦，哈。好。哇，好香哦！这其实可以再加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滑蛋。啊，炒，还有，會有點像是那種凍飯，對。哦。冇想到哦。我想到，謝謝。哎呦，那個不是蛋哦。哎，剛才不是酒哦。我知道。這是什麼？是自己帶的吧？花椒粉。哦，花椒粉，我的愛。所以記得等下會麻的嗰種。不會青麻吧？那我們就先來去倒數哦。好。煙草馬上開始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來試試看下天關地度，內部開面是較針的嘞。你就來試下嘅烏卡嘅素滷菜，好，來試試看下風吹嘅料理哦。哇，等陣看嘅配色是凍好看呢。這豆腐越香味下香哦。十分好食，各位呢肉凍軟，那都幾樣通過，夾拍個肉味硬的唔會凍軟。那一大盤，你可以慢慢吃。好好吃哦，真的很入味。豆腐已經給你做懂得種編法，更何況是自己做的豆腐。哦，哎呀，我去到豆腐越處理風雪哦，最重要就係看見唔會死鹹。我覺得它的這個鹹剛剛好，它因為帶磚讓轉乾來感覺，但是他們其實有做出跟大家有意想不到的好味道。連它吐出來，那點牛肉，貴家材料的嘛。金鑽牛肉，好，大家來試看哦。好的，試看啊。哇，凍起來寒凍罐的木頭呢？好爽口哦。因為呢度要加下就講了檸檬，所以酸跟梅西哈非常有開皮。它真的是因為它偏酸，就說吃起來時你會覺得好像有點泰式的感覺。我加上下嘅鹹冬瓜，基本上嘅嗰種濃煙味嘅透絲啊，冬瓜煙味嗰種味道，那個牛肉鮮嫩，還有個檸檬的米絲哦，吃起來就很好吃哈。哎，好像泰式涼拌哦。泰式涼拌就是用牛肉的這種，還有炝木瓜嗰種，非常的好食。我都在師傅應用版拼盤呢，大家都看哦。現在Q師傅，搶不服。好耶！等下把林師傅搶不服，藍師傅Q師傅搶公平。我先講藍脆，藍脆的米湯吼會真係清爽，不過有個香味差失敗。紅脆呢，豆腐魚、豆瓣醬的米湯吼，你炒入去料理裡邊，啲雞肉、蔬菜嘅米湯又用入去。鹹甜嘟好，豆腐魚嘅香味又有做出來，幾好食。林師傅，你想法係乜嘅咧？用煮的做的東河鮮，做到清香嘅純糖做嘅料理咧。那我一般藍腿料片呢，應該順度然後香味都出來，東河鮮料種香味。紅腿料片乜做到東河鮮咯，就個豆腐魚嘅味道，清香阿婆做嘅味道。所以呢，2組都各個得到一位評審青睞，都可以得到1分。唔過生下來有困難，到底點樣讓邱師傅給我帶來乜嘢好嘅料理，留睇下嚟分享呢？食材好料理，耶！啊，呢度用鹹太菜嚟表現嘅好廚藝時節，菜苗都乜嘅6片苗香噴豆腐，哇，香噴噴的意思就是香在裡面的香。那噴呢？噴，因為我們有烹煮。哦。今邊食材有秋葵，這個是我們的配菜。紅喜菇，主角有係冬瓜。還有豆腐，還有一個6片苗。6片苗有白蘿蔔上面的葉子。一個是美濃的白玉蘿蔔的葉子。南埔湯有誒，南埔湯有誒，一白玉蘿蔔那20公分。所以真好食，比較清甜，
所以叶子也没有打爽切，都在晒照，就变成裸配苗。都得问看那些，也个很像梅干踩下菜。去让大家闻。对。好，来一片粥哦。要走发美烙梅干菜就是用罐吗？还是也不一样？抹熊土，抹熊土。啊，那个裸片苗哈，我有先浸泡过，让它软化。都跟梅干菜米线一样。哎呀，个香样，嘿，唔过也个嘿有裸片嘞，嘿，所以家下有真水也係真水。哦，嗰啲味道濃麥哦，嗰啲甜誒，會影響口感。嘿，啊，我嘅長度哈，差唔多15公分，12公分。切嘅厚度哈，差唔多0.5公分內。哦，按泡泡。嘿，切盤哈，嘅口感哈，口感冇按好，啊也不好捲。對，這個是示範一下啦。哦，有個切好誒，要幫起把養，哦，讓它軟化。冬瓜，對，冬瓜的水分就出來。我跟你說，今天最認真的人就何真姐，對啊，大概她就附送一遍，這個你都不要了。好，我切一下。等一下，為什麼只要黑黑的？只要黑黑的比較漂亮。有啊，它旁邊有點像水滴啊。法式都這樣。好，沒關係，我們再加一點點。好，要不然柏謙會拿回去種啊。沒有，他覺得太浪費了。哦，安內好。沒有講出太浪費。你在講啊？你講，好好說話。會不會了？做一做就切個住啊？下來哈，薑嘛。人家沒有切到泡泡。切到泡泡，因為那個薑哈。對冬瓜哈，啲米湯真好食。啊，根本有差唔多安尼有食材誒，材米湯。哦，點嗎？切成末。對，切末。冬天哈，冬天的特產。哦。瓜瓜節，南部有瓜瓜節。瓜瓜節就係講冬瓜係嗎？有冬瓜。還有咩瓜？苦瓜。哦。個大黃瓜、小黃瓜、絲瓜。菜瓜。嗯。有個挑夫吼，用菜刀輕輕啊，有好誒，係啊，有個有白色的，有薑麻色，有紅菜頭，這個都是取那個顏色。我嗰種羅粉沒有青色看到。要面貴少人帶啦。可是何真姐已經買了一次南埔啊，可能我去看到。剛剛不是說是南部上過有誒？冇咧，我對家已經。中秋啲米農較多，米農能買到，不過一片貴少人曬。也曬好用裝在那個高粱酒瓶裡邊，給我一點點鹽，還有胡椒粉。其實師傅要用做吼，你看豆油哦，有的因為嫌那很麻煩。可是現在料理機動便利，那這種料理機直接打落去沒做得啦哈。做得啦，不過也看起來就沒有那個比較漂亮的顏色，口感也不見了。哦，打不甜面，都是養白。用切架切的哈，它的那種大小顆粒口感沒辦法。它有口感的。所以給落片苗，伊係鹹的係嗎？18呢？18好嗎？18呢？用鹽去滷的啦，哈。那你要用過體位做嘛該？等一下擺盤用的。哦，這個減肥聖品裝飾，對。直接哈就把它攪來。哦。檢查有沒有均勻，加下去。很療癒呢。按呢，差不多誒。哦，因為已經加鹽了。然後去水。然後我們有沖洗過。按呢，那唔會太鹹。做的像漏斗一樣啊！對，一樣用磁粘是不粘皮咯喲？這個又會粘皮咯？它是用什麼粘的？特夫溫鹽嗎？按你健康咯。小朋友看到是用甜筒形狀呢。對，像小時候是一種桶有沒有？地背都很有 QQ 的，對，冰淇淋。手工吹啦哈。你剛好是煮。整一下，整一下，對，讓它味道稍微融合一點。我以為生吃嘞。沒有，因冬瓜哈冇熟啊，熟啊，整熟啊，這樣整形一下。然後我們的收口的地方朝下，整的是嘿，那沒開發，沒山體。沒有回去想做。又了走了哈。有個哈過年哈可以做手工菜啦，看起來就比較大氣，像年菜一樣。
但是我只是想说，老片面吼，昨天放其他的东西嘛。梅干菜做得嘛？梅干菜做得啦。哦，梅干菜，老梅干菜米稀中庸啊。哎呀，不过呀，老片面较少很多。对，但是我要故意带上来，美浓的骄傲，全国观众知道说哦，美浓有一个某相同的食材，那这吃素食的人很适合。对啊，有一个素食的表现，对。所以其实吼，每不是用冬瓜落去爆，假是做像狮子头没做的。做的啦，要用那个他们比较流行的节瓜嘛做的啦。节瓜，节瓜面趴板没做的。哎，对耶，很聪明呢。又是美浓的骄傲。新补也有啊。哎呀，不过新补按照该板挑啊，就中央啊。对，但是绵毛穷融，南部好像是面趴板，对。其实是同样的东西，对，一样的。对啊，就好像张伯谦跟帅哥一样的，完全的不一样，对，完全不同的概念。大概了解嘛？哈，了解。网路茶都一样。姐姐，这个是要雕花吗？不要跟我说玫瑰花哦。对，没错。对了，好厉害哦！超美的，画包而用 vocal hold 一下冇？ hold 高诶 ，hold 高诶啊！什么是 hold 一下？就是让那个整一下啦，整一下，热一下。哦。啊，唔知哦。对啊。你都会溜啦。你完全用鄙视眼神看我。等一下我吹差不多吹几球啊？8分钟，240最强。来，好漂亮哦。锅子需要去煮酱汁，但是刚刚有调味吗？有啊，该敷掉啊，烙沾吗？有调味，所以其实佢冇加姜没做的啦。蛋浆雪没做的。对啊。对啦，伊姜里面蛋果没做的啦。调的迄玉米粉，下面加个肉片面的鸡没做呀？鸡没水。哦，那个会不会太咸啊？唔会，18水。应该还是不用落去哦，那个香味直接扑鼻呢。可以搞素蚝油，素蚝油是用香菇提炼的吗？有香菇水，应该是薄芡啊，加一点点勾芡哈，1 cc 的就好。所以地北都冻简单诶，就是素蚝油，该菜条苗该水，对，还有油是好的。那个红洗过头是要撒上去的吗？等一下，对，撒上去之外，它也可以炒肉皮啊。撒上去比较漂亮吧？等一下我们淋上去会比较漂亮。魔鬼经验本身我就肤色嘞，因为大概讲啊比较合颜色吧。看那个冬瓜有点透明的就熟了，差不多的哦。透明的咯，透明的，而且还有那个冬瓜水啊。冬瓜水做的。这个冬瓜水，我们可能只能倒在盘子的。莫会倒落去哦。可是这个水可以喝吧？都对啦。可以哦，这精华呢，皮肤系白色嘅，冬瓜咪系白色嘅，冻好款。有个秋葵嘛，有个季节有的食材。哇！什么就冻浆的哈？对啊。朋友航白强硬下来选哦，然后出来就是考虑一下。考虑哦，速公车很难哦。完全难做啦。对啊，速公车很难哦。那个电机吹，我7分钟呢。7分钟，我去慢慢的冲。来，我一直做包难。萝卜苗香喷豆腐，按钮就后 C 咯。大家有學到冇呢？也嘅係你小師傅嘅速度菜，向下嚟品嘗看哦。冬瓜撈姜媽，今天係獨步係梅事，因為夏天是熱到冷，所以今天食個姜媽梅頭哈，會覺得從心灌到人的小暖起來嘅感覺。我覺得老姜媽老皮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存在，而且那冬瓜真係夠好呢，豆腐咪絕到冬瓜嘅米都要到味。非常棒，而且醬料也調得很剛好。對，就是會打破大家一般對於素菜相關這種，因為你會講這種仔出來米頭，它就不會這樣子哈。好食，那個米頭就鮮豔米。對啊哈，專業做飯來美食。
替白色啦，不过哈很滑顺哈，爽口。撞豆腐卡哎，好吃啊嘞，吃粥啊嘞。哦，多本。哎，全干颜色的。不懂我的暗示。我们真更厉害哦，冬瓜用做在爆豆那个豆腐啊，还有个菜条苗。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素食小王子来讲，真嘅同學是有個冬瓜，還有個豆腐啊，還有個姜麻嘅香味，姜麻是到身體都小暖起來咧，哦，還有那個醬汁搭配的，還有那個菇啊，還有那個配菜，是到同學是啱啱好到了。觀眾朋友們希望講呢，做得好多在意面呢，你講過年過節搶迎海吧，最變種任務卡嘅造型菜，接下來馬上來進行最背面館嘅挑戰。百變料理網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自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夜館唔但淨係比面試，咪愛比創意哦。到底呢嘴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網，一家之主按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想到誰時間，因為想到馬個特色美食咧。那個做亞視地度嘅熱狗。熱狗，你講苗栗特別長為肉的熱狗，沒就是外面有包嘅那個麵粉。然後現在連下還我不會去薯條嗰種。不是，對，現在是升級版的。但是我跟你講，肉都有強勁不贏。哦。今天的算是夜市美食之外哦，我看當然講節頭，體育到菜熱天氣機，還有個幫一本書的現烤機，上面又出油。我推題哦，那我猜到了。哎，是什麼？煙囪。哦，就是燃蔥。哇，真的猜得比星座準。玉涵姐，你有冇給你有的周邊吧？煙囪都得炒給潤，香腸炒蛋，也是一個丙級料理的菜。哦，真的哦。香腸炒蛋，對。豆豆油油嗎？一塊一塊，一堆一堆炒卵。對。真的有這道菜哦。哦，因為應該講炒卵，那想到的是蛋炒飯用燃蔥來炒凍肉。可以。那你呢？應該東號是該炒飯吶。這個如果做素的，用乜該來代替？它要灌什麼？用該紅麴，有該挑蟲。哦，還有個豆腐皮捲起來，一整後煎後來切後來切。那它的腸衣會用嗎？該？咪係用個豆腐皮。用到燃蔥哦，大家就聽會想到誰書節哦，到該亞視地杯多，該刀嘅上進。還有大腸包小腸啊，那個都懂後生。好多嘅變化。好，你上來推翻自貢咯。這麼平民的小吃都帶有老給感覺創意大想不到的呢，馬上就來進行最背面館嘅挑戰。觀眾朋友，你有想學什麼？都帶用煙囪，你會用嘅嚟做變化呢？即係我們看下風吹，想問下風吹帶來嘅菜苗都乜嘅？煙囪掛包，哇！煙囪掛包，多好食掛包呢！哇，刷了16個。你聽我加鐵條款香菜，要吧？我跟你說，加嘅地度就冇一家呀些。好，最背面館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好，來談看下攬出嚟一片內容，燃蔥做乜嘅變化？菜苗按到。心肝爸爸開，心肝，心花朵朵開，在那邊給我曬恩愛呢。哦，等一下最尾一關了哦，夫妻同心，其利斷金，其利斷金。等一下就信心哦，哦，加油！兩歲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開始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，都得開始了。搶個街啊，講半夜半時節去聽我現場。那種燃蔥，它之後的每一個肉哦都超香。對，然後就剛好那個錫箔紙也就已經黑掉了。對，就要換來爸爸媽媽來換。而且要加高粱酒。哎，而且燃蔥可以去混動那種口味，又酸透哎，還有那種還有加辣椒的裡面有種好肥軟的。哎，然後大湖那邊還有草莓的，哎呀，還有原住民口味。可是你們要放酸條嗎？我一定要，我一定要。哎呀，然後我們就看誰有。誰沒有就扣分，好不好？但是吃香腸配蒜頭正確哦，解亞硝酸，解亞硝酸哦，聰明，原來還用黏力的喲。我們去找着看有酸條。來，有沒有酸？來先檢查，有嗎？
就蒜头吗？有，对。野雅肖生师傅刚才教我们的。我呢條嘅洋葱有冇對半切啊？对半切靠安尼煎靠煎啊，夹啊。而且我们要保的挂包底度啊。对。今天该不会是一人一个挂包当一个 ending 吧？一定要哦。所以你们的洋葱就特別鮮高，係嘛嘅哪一種嘅口味？煎狗兩就煎過。你看看狗兩就。該不會是黑豬肉吧？當然是黑豬肉啊。好香哦。我好奇一個點，為什麼掛包會有挑鋼旁？對啊，配色。而且你是在对切，这个是要雕花吗？不要跟我說玫瑰花哦。對，沒錯。天哪，好厲害！杜徐地尾都會衝。超美的。不是蟲。所以不了安用還有鹹菜，這個一定要的嘛。對啊。碧鳳姐，你的本職是美術老師嗎？我的本職是美髮師。哇，手挑那麼哎。掛包要用 vocal hold 一下冇？ hold 高誒。hold 高誒啊？什麼是 hold 一下？就是讓那個整一下啦，整一下，熱一下。哦。啊，唔知哦。對啊。一共會溜啦。完全用那種鄙視眼神看我。我是這就對了，這就對了。你該不會是課餘新傳老師吧？對，你係教黑 boy 啊？你小到怎麼在講過耶？可是我想到，一定要三年都會南部嚟嘅呢。哦，米濃。你係個內部。好，我們先過去，大家給我多多來哦。我們來了，找蒜頭。蒜頭有嗎？有嗎？這個是夏威夷豆。哦，夏威夷豆。你剛才自己說的。冇蒜頭，但是應該食材比該別合澎湃豆。對。為什麼要放夏威夷豆呢？我超愛。你哋好有煮嘛嘅？還有鮮香腸。哦，哎，你老給豆豆揉哦。這個該不會是草莓口味的？鐘老師沒有切漂亮。鐘老師，你怎麼會很記性上啊？我們互相稱老師。情趣教學相長。就是你們都會喜歡玩老師跟學生的遊戲。就是門關起來之後。師生戀。不是，我是畫畫老師啦。哦，對。他是那個粘土老師。這個是 cosplay 裡面的嗎？引進來講啊。認真呢？嘿，真的認真的畫畫，有辦畫展啊，又作品啊。有。哪方面嘅畫家？油畫方面。哦，油畫。你要講叫佢畫頂禮浪煙吼，這種動態去動難法。對你來說懂遠懂難啊。我都發下有人嫌爽嘅嗰種嘅。哦，其實唔會，人家都講畫煙吼，就一個圈圈來這樣。那個是什麼？就樹枝人啊。你去哪裡買的這個削鉛筆？買去私蟲啊，看到人哋買佢講佢冇去買嗌，啊即講人家樹行嘅基本嗌。剃頭粉好豆豆。有剃頭較多啊。你是擦皮啦。哦，哎呀。對呀，挺拉皮嘿。它有拉皮。不是拉皮，拉皮啦。拉皮啊。這是七嘎中的tomato嗎？你係愛關係嘅片呢？哦，哇，這個裙擺的小黃瓜，不用切那麼多啦。我切太多。老師，鍾老師，哦，我就有覺得切太多都切不完。糟糕！你每一天當中幸福的時刻是什麼？做菜。哦，你看，這就是一家之主的傳達者意義。哎呀，真幸福。也個愛吃米嘛？兩等下咱向阿夾啊。好，我們先過去。留下的。好，來你選勾一號，來，阿弟，哦，海雕肉，好呀，這個可以直接吃吧？炒埋個米頭嘛，有蒜頭，蒜頭，那這位，表面是個痛嘛，按住好。想到香腸有個想到掛包啊，因為吼做掛包從那邊因為3層有啲撈咩撈凍酒啊，有咩黑椒咩剪剪那種部位。簡單肉換肉的概念啦，這其實很有創意。這個中在你，中西合併用哦，對，下次你也會漢堡裡面夾香腸嗎？會啊，也可以啊，對啊，也是肉啊，用啊。哦，肉換肉，加吐司也可以。對啊，對啊，你就不要吃冰淇淋配這個就好了。你不要加棉花糖就好。那個朗朗哎，要不要 hold 一下？可以。讓他先哈一下，我們過去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你等下給我多轉來哈，必須要一下。好。來，歡迎來到藝術教室。哇，藝術教室，好漂亮！
生梦呢。老师真的在做美劳课，哎呀，艺术家走出来全摸穷中。真的。你去哪里买的这个削铅笔机？哎，真的是大的削铅笔机耶。真用心啊！伊失宠啊，看到人哋买佢讲佢冇去买爱，还是讲人家舒方嘅基本爱。而且这样抛狗剧还有个五辈，对五辈系呛色，地辈都是合色。我觉得他们两个做菜啊，真的很像在美术教室。哎你看到那一片在做这个木雕的部分，哎呀，像作战一这样。边是在做这个削铅笔泥塑的部分。所以个地辈读的 tomato 的用到吗？哎，哦，所以阿珍你本身是汉音哈。哎，我是客语新传师。哇！老师，你快给他搞发，你都哎呀，han會做的吧？没有啊，羽毛老眼會他没有结会婚。会分析。所以你都有卡走料理的世界，都会放一些比较营养的坚果啊。比较爽口。我要吃夏威夷豆哎。你係嘛嘅？你係雕出嚟係嗎？可是它是紫色的，为什么要回锅？因为刚才它太慢了，我吗？刚刚钟老师太慢。速度跟不上，因为刘老师他大材小用了，哎呀他，是又一把秃。国师哎。好，然后现在我是再放跟班一点的啊点盐巴。哦，哎，少了一样哈。哇，感情好好哦。哎呀，那个抢豆，sip s a c t a i l 实蛋豆，这个我有烫过实蛋豆所以哎呦，好不优雅哦。用气嘞，没关系嘞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好漂亮哦。要不要打腐椒粉啊？不要好了，我加梅子粉。哦，梅子粉泥。好，姑说等下不用漏 P 我就是梅子老师。哦，玉梅。好，要到夜差不多哎，我们过去哦。好。挂包有 sale 吗？有啊，有 sale 啊。哇，好赞哦！哎呀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有8个。嘟嘟猴。辣椒做的吗？走这不是辣的。大家这个要多一点，杭州要多一些。哎，剃头粉好豆豆。哦，剃头。哎，那这边要半肥半瘦吗？没有，只有一种选择。我改眼睛哦。哎，那有剃头较多啊。他真的在办，不是擦皮啦。哦，哎呀，对呀，给拉皮嘿。哦，他有拉皮，不是拉皮，拉皮啦，拉皮啊，把他弄拉皮，还有啥个拉皮？他也是有拉啦，拉肚子，拉肚皮啊。好，盖力了，都酸了哈。好，烟草马上回是都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吃看那最杯米馆用烟草编出来料理来做卡餐掉喽。烟草呢，係你台灣人共同嘅比喻啦，也留意邊做無可變化，出來吃吃看那嘅係煙草掛包。哇，都起台呢！耶！哇，爆漿出來了哈，超好吃！而且隔壁有東好吃的，對啊，會不會買啊？而且會特別的香。我們可以都一次料理地圖，跟外國人介紹2道台灣的特色小吃，所以還懂咱們的喂。一包嘅煮肉好好食，還有米線。做的崩一崩西城同，因為含卡好。哦，還100張了。來看哦，《龍之歌》哦，真的是吃的很享受哦。对啊，动漫就该感包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。但再怎么幸福，绝对没有玉梅姐怎么样。那么靓丽。哦，给叫你食款，你要什么新花開係冇？心肝肉肉塊。哦，心肝肉肉塊，也叫你食款。但tomato 就好嘞，真的很健康哎，而且一般的讲法，tomato 是水果嘛，它的味道比较平。那么枸杞冰哎，那个夏威夷豆含个烟草龙眼，味道整个凸显起来，变得非常的立体又有层次跟米头丸。啊哦，我们有特色。那讲俺娘两个生还就爆了呀，爆哎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很有特色。咬落去的水之后，咱常学到个 tomato 基本上的蒜梅，还有那个梅子粉，画龙点睛，这系盲英嘅想法啦，做出很厉害嘅料理。
我听不用上诶，是上诶，我听书听啦哈。基隆沙走俩头出来是只有真正感受到那种艺术家浪漫氛围。都在4府恩用版拼粉呢，也给了看哦。紧张嘞，因为俺吃到那另外一度董后生，刚刚看到吗？2个分量都很大，可是大部分大家都吃光了哈。邱师傅抢粉数，好，多出1份。一下看一下林师傅抢粉数，蓝出1份抢数。邱师傅，你就是喜欢吃挂包对不对？没呀，两吹哈，也食材都选的清好。蓝吹呢，它的那个彩椒，然后番茄、tomato 那个酸甜味哈都不会那么的强烈了。对我来说，可能淡了一点，就是那个调味的那个味道哈，挣扎失败啦。好，因为那个晒得太恩爱了，有一点刺眼。哎呦，哦，两美就转棍。没啦。红队呢，红吹啊，它的关键因为很吹，炒红蕊有些回甘，一香味就把挂包的那个味道加分了。其实同样是反贴服，同样是酸吹，因为炒红蕊米头有冇安好。所以我觉得它的配角。加分了，很好吃哈。嘿，林师傅就买冇共用嘅想法么？哦，我每本蓝推两片粉丝呢，嘿，我是都懂清爽，味道懂香懂好吃。我是都呢，底度有不少个呢，有番茄，还有梅子粉，还有该洋葱跟大概人葱搭配起来，懂葱嘛该呢，懂葱该意大利面该红酱该味道，懂葱嘛懂好吃。我会选大概蓝推啊，红推两片呢，做到嘛懂好吃。这粒挂包当姜迄时都挑配个朋友，不过用在人葱来做呢，真件当好吃，做得去买的。好，感谢。两组都得到评审的青睐喽，马上就要来今行最杯面 ，and 要来颁奖嘞！耶！这个早上哦，因为今天的比赛其实非常的刺激，有点紧张，因为呢两关都是得到评分，不错，今天两组都系大头名，恭喜恭喜！希望吹得到前个月的奖赛金。哇，恭好，谢谢。蓝翠咪真好哦，得到2500Q的奖赛金。听听得奖感言，先对冯某记，他是我们今天这一班的班长资优生。参加節目先好，有親切，有好多香吹，係咪有隻吹可以搶贏下嘅？他啱嘅講，你聽冇接來參加吧？會啦哈。玉鳳姐要不要參加的心得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次參加，所以覺得很有趣，而且還學了一道非常精緻的美食，所以我覺得今天不虛此行，讚。那咋個來我問一下哈，呢個劉先生啦哈，黏土老師和語新傳師哈，我哋今日興200來參加，要買冇共用嘅想法麼？真歡喜，因為呢，我爸在2年前過身了，佢夾個好嘅素路菜呢，做得咱去傳承下去。評審做出按好食，我做得學習轉去個主辦嘅美食，是蒙大家。鐘老師哦，好，我今日來嘅感想就是真快樂，能夠得到很多朋友嘅幫忙，真歡喜，是蒙大家。就你，鐘老師太謙虛了，因為呢，佢係我們當中唯一一個廚師等級，因為佢這個還有賣周空又去賣啊。不錯，佢這個喺師傅級別，佢剛才說我是業餘的，你這邊就是最專業的。下一次你一定要帶牙空友來，做好了。冇要來哦。空友，因為呢個節目當中講誒。講話就是算話哦，他100真也要過來啊！故說呢，所有來參加過呢節目嘅觀眾朋友哦，你嘅參賽者，聽講你上班有答應講要過來，係等當叫咯，我日日攞出來。因為時差來變哦，佢哋你向嘅日頭啊，到日頭落山，到你一下就咧看到東台嘅風景就見吼，依啲虎跳山景係東河嘅素材，歡迎大家強下來聊，強下來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一家之主呢，唔但將帶領大家去食到好料理，咪帶領大家來去看全台灣各地嘅好風景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